各位朋友，大家好！咱即摆继续搁来介绍甲手的动作相关的一寡代志字。咱即摆第一字要介绍的即字叫做“硬”，是被其他物品夹在中间。咱譬如讲，我叫电梯门硬中，是我被电梯门夹在中间。另外有一个音读做“夹”，就是把东西从两旁钳住或用腋下夹住。咱比如讲夹咧，就是夹着的意思。另外一个叫做硬，就是用筷子或夹子来夹东西。咱比如讲爱吃啥自己硬就是喜欢吃什么自己夹，或者硬菜夹菜的意思另外有一个艺术叫做钳子大夹子就是用来夹取物品的工具。咱譬如讲火硬就是夹炭火用的钳子另外这里叫做管，就注入的意思，通常是指被强迫、勉强或过度地。咱比如讲灌酒灌风就是打气的意思，灌醉就是引申为夸大不实，或者是灌烟墙就是灌香肠。那另外一个叫做逆，就是着色在物体上，使其改变原来的原色。咱比如讲白布染到乌去就是一块纯白色的布料被染成黑的，比喻一个人被抹黑了譬如讲染布就是染布的意思染头毛就是染头发的意思另外一个有音读做染，或者是染这沾染的意思，指人与人之间因为互相接触使行为习惯影响。咱比如讲不通染到坏习惯就不要染上一些不好的习惯另外有一个意思是传染的意思，指疾病由一个体侵入另一个体。咱比如讲一对病医回来了后染到感冒就是他从医院回来之后竟染上了感冒多谢各位。